台南市铁路地下化的工程，预计明年底就会来地下通车。议员柯志春一方面关心地下化以后顶面绿园道的规划，另外伫个车站的专用开发，是毋是有保留转运的空间，以及未来北区转运站是毋是要来拆除顶，一一提出甲交通局来探讨。交通的这样的一个捷运或转运站，会不会拆掉？谢谢议员好，我想有关我们那个公园路的那个公园南路那个转运站啊，当然它是一个公园用地上的临时使用。那未来铁路地下化之后的这个台铁的这个车站专用区的开发里面，在都市计划的回馈里面是有一个转运设施的空间需要回馈给我们。那当然长期而言，我们希望把这个国道的转运站应该要移到那边，那未来跟铁路的转乘才会比较方便。那就是确定现在北区的转运站是过渡时期的临时转运站，那是一个公用地上的临时。好，那你再看回来火车站，在都市计划里面，它的土地取得，你刚刚提到的，我们的转运站土地取得已经有规划在进去了。好，那停车问题呢？也在里面。有规划停车场吗？有。那停车场是平面还是立体还是地下室？看未来台铁公司的整个车站专用区的它必须要送开发计划跟送交通影响评估。除了北区转运站的拆迁，另外有关北区公所甲伫附近的迁移，议员嘛关心迁移以后原地使用情形，一种是留做北区卫生所。另外是卫生所嘛，迁到新的区政大楼，因为牵涉到停车空间的部分，对此议员嘛希望卫生局要来好好规划。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